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9，箴言19章21、23節安尼講：人心內有濟濟計謀，獨獨耶和華的旨意才會穩當。敬畏耶和華，就會得到活命，伊要安居八族，無拄着災厄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敬畏你，就會得到活命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阮未受創造，一佇老母腹肚內的大生，你就捌阮；佇阮未出胎的大生，你就將阮分別做聖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監察阮的內心，試驗阮的心思意念，要照阮逐人所行的，甲所做代志的結果來報應阮。主啊，求你予阮知敬畏你，對你來得智慧，無做愚妄的人，也予阮單單來倚靠你，無靠家己的牛。主啊，人心內有濟濟計謀，獨獨遵聽你的旨意，才會穩當。因為敬畏你，就會得到活命。我要安居八族，無拄着災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